大家好，我係大圍米高，今日同大家睇個星海提案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大圍米高可以加我 WhatsApp、微信或者打電話俾我，比較埋附近嘅租盤同賣盤，同一手買賣。多謝大家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有鞋櫃。廚房有爐頭、雪櫃、抽油煙機，飯廳位置放咗個2人飯台，客廳嘅地方一邊放梳化，另一邊可以放電視櫃。呢邊有個露台，對住係東南河景，你望到遠處嘅獅子山。呢度有個洗手盆，洗手間係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睡房放完雙人床，最後位置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亦係東南河景嘅方向。各位如果想睇呢個單位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大圍米高，多謝大家。